继续来看屏东的恒春机场，为2004年启用到今，因为跑道甲起降的条件，受到落山风等等天气的影响，这载客率一直拢无理想，沦为蠓仔机场。唯一一条定期的航线，台北恒春嘛收起来。屏东县政府即马有新做法咯，来举办恒春甲菲律宾的国际包机。这个白金航空的空机，早起为菲律宾的马尼拉的机场来起飞，降落伫个恒春机场，了解整体飞行的环境了后，顺利来离境。观光业者真振奋哦，看好到疫情解封了后，国外的观光市场。哦，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！飞机飞到恒春机场的顶端。坐一人落地，最后伫天机坪。这是为菲律宾马尼拉机场来的，会当坐31个人，但是疫情期间为着安全，飞机顶悬无人。降落了后，嘛无关引擎，嘛未开舱门。这是第一摆国际试飞行，嘛是恒春机场的再兴。本来1周1班，这个旅行社包括航空公司都谈妥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宕。那我们也等疫情国境一解封之后，就会已经做好了准备，马上启动。航空机场还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限制但是我们以业者的观点来看，当然希望旅客能够从各地有各种不同的走道，能够来到恒春半岛。过去的恒春机场大厅空空无人，无游客，嘛无服务人员。2004年启用了后，因为地理关系，跑道和起降的条件，还有风镜头的因素，载客率逐冬拢伫落降。屏东县政府拼转型，这是国际包机的第一步，嘛希望讲疫情解封了后，国外观光市场会当趁这摆超前部署。